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感的感谢，谢谢佛子牧师的邀请跟欣赏，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跟所有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美好的祝福。跟你旁边讲，你是蒙福的人，你是蒙福的人，神要大大的祝福你。神要大大的祝福你。4月份是在整个季节里面，在整个属灵的季节里面非常重要的节日。在4月份里面有棕树节，那么棕树节强调的就是赞美，就是敬拜，所以呢是一个敬拜赞美的节庆，敬拜赞美的月份。而在棕树节之后就有受难节，有人会讲到说受难，其实受难是拯救的时刻，大家说拯救的时刻，拯救的时刻。所以在4月份会进入到神拯救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第二个会进入复活节。复活节就是神得胜的时刻，跟你朋友讲，这就是你得胜的时刻，这是你得胜的时刻。所以4月份在整个属灵的季节里面，你的生命应该带着敬拜赞美，应该带着神的拯救，应该带着神的得胜的大能。好了，路亚，跟你朋友讲，这一曲就是你的，这一曲就是你的，能力就是你的，能力就是你的。让我们掌声献给耶稣。好了，路亚，好了，路亚。既然是得胜的时刻，不是在想我要怎么预备今天的信息呢？跟你旁边讲，你的梦想能够实现，你的梦想能够实现。所以我带领大家如何来实现这个的梦想。当亚伯拉罕领受神呼召的时候，牧师要说，从领受呼召到完成实现梦想，中间有一段旅程，而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这个旅程叫做信心。跟你旁边讲，要充满信心，充满信心。所以当你领受神的呼召的时候，或者是神放在你心中有感动的时候，请你要紧紧的握住这个梦想。紧紧的抓住这个神给你的意向跟感动，阿门。因为神定义要让你心中的梦想能够实现。跟你们讲，你心中的梦想，你心中的梦想能够实现，能够实现。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讲的，神要成全你的梦想，在腓立比书2章13节里面讲到，因为，请，牧师比较习惯我们后面的同工帮我按 ，OK， 呀。所以呢，第一个腓立比书2章13节，翻到了，大家一起来念，预备，起。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大家说立志行事，立志行事。当你心中有一个感动，你说我这个礼拜，我这个学期，我要在我们班上前10名。你说牧师，这个是我自己想的吗？跟你们讲，当你有立志行事，是往神美意发展的时候，那就是神在你心中动的善功。跟你们讲，这是神在你心中动的善功。这是神在你心中动的善功，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假如你心中有一个立定心智是往负面消极的想法去走的时候，牧师要跟你说，那这里来自撒旦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神来的美意，你立志行事是为了预备行神各样的美善，要完成神的美意，那么是神在你心中的计划。哈利路亚！所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跟你们讲，你能成就神的美意，你能成就神的美意。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指的就是包括这个心。你心里想说，牧师，我要为主，在我的班上里面荣耀主的名，说我认真读书，那是好的，要认真向前迈进。哈利路亚！但是你说主，我这一次考差了，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以后呢，我可能会失败连连。跟你朋友讲，那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不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看圣经，有在圣经，你翻开圣经，罗马书15章13节。如果你被圣灵带领，神要给你的一个是有盼望的未来。罗马书，这是补充经文。罗马书15章13节，翻到了说阿门。阿门。愿神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罗马书15章13节，翻到了再次说阿门。一起来念一遍，七。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跟你旁边讲，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继续，因信生出万事喜乐，平安充满你。跟你旁边讲，因信，信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神要借着你心中的信，要将诸般，跟你旁边讲，诸般就是很多，就是各样。所以神要将很多各样的喜乐与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怎么样啊？借着圣灵的能力，跟你们讲，圣灵的能力，要带领我们，大有盼望。如果你的心被圣灵带领，牧师跟你讲，好在后头，美好的事将成就在你身上。就如同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所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有爱，长存。跟你们讲长存，长存就是永远都存在。Amen。所以永远都存在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什么？有信，有盼望，还有神永远的忍耐。哈利路亚。所以信望爱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你心中一定要不断被神的爱来触摸，带着圣灵的大能向前，带着盼望，还有因信在耶稣基督里面坚固。Amen。所以信望爱就是神在我们心中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内在态度。跟你们讲，要有信望爱，要有信望爱。阿门。所以神要成全你的梦想的第二个原则是腓立比书1章第6节。圣经的话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跟你们讲，神在你心中动了善功，神在你心中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必成全这功。很多时候你会心里想说：“牧师，我这一辈子可能没办法卓越的，因为我的成绩不好。”跟你旁边讲，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好好的跟你旁边说，行行出状元，行行出状元。呀，有读书非常卓越的，那是神给他的命定，在读书上面非常的卓越。有人卖咸酥鸡卖得非常好的，有听过阿良鸡排吗？有，阿良鸡排是连锁店，对不对？有没有看过西餐西点做的非常的85度 C？ 有没有？开连锁店。牧师要说的是，行行出状元，永远不要小看你自己，但是重要的是你心中的梦想一定要把握住。牧师小时候有个同学，他心中的渴望就是这样，就是做一家脚踏车店的老板。牧师，这个梦想太小了，不，对他来说是大梦想。Amen。所以小时候呢，到国中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我不要再读书了，我要开始到那个脚踏车店里面去上班，去学脚踏车，让我能够更厉害的学脚踏车。他的妈妈很伤心，跑来跟我说你是我这个是我儿子最好的朋友，你劝他，叫他不要再沉迷在脚踏车上面了。现在大部分的父母叫我们不要沉迷电脑了，那时候他的妈妈是叫他不要沉迷在脚踏车上面。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好朋友叫出来了。我说：“你什么生涯规划？”他说：“我一生的梦想就是跟脚踏车在一起。”我就喜欢脚踏车，你知道吗？我说：“那怎么办？你妈妈要你读书我们两个人想想看怎么样满足你妈妈对你的期待，怎么样又满足你心中的渴望。”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两个就这么聊了，在海边散步在那边聊。我们真的买咸酥鸡，在我们的防波堤，在那边一边吃咸酥鸡，一边在想，我这个孩子，我们这个朋友怎么办想到后面呢，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我说：“那你有没有可能跟你妈妈讲，你愿意读书，但是是读夜间部，还是在读你还是拿到文凭然后呢，又完成高中的文凭，又能够早上去那个脚踏车店去学习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这不错不是全部都脚踏车。”也不是全部都读书，可以脚踏车又读书，那这个好。所以他回去跟妈妈讲说：“妈妈，我决定要读书了。”他妈妈很开心说：“耶，读什么书他说：“读夜间部。”哎呦，这个也是个方法，好吧？所以他的妈妈呢就勉为其难，让他开始那个读夜间部。然后他从国中开始，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当兵，他学了一手好技术。所以你知道吗？退伍的时候，要当兵的时候，我跟他讲，好好存钱，因为在我们南部，我们是屏东东港人。所以我们在那边要创业很简单，资金不用太多。所以呢，我就说你当兵的时候呢，把钱存起来，我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所以你知道吗？他退伍的时候，他身上存了大概8万块。所以我们就买了基本的那些棒鼓，那个脚踏车的棒鼓。然后呢，我的好朋友全部都把脚踏车牵到他的店去放在店里面，租了一个叫做什么走廊，就是人家的走廊而已。而且跟他说不打扰人家。而牧师的故乡东港，跟你们讲东港。东港这个地方呢，大概在凌晨2、3点呢，就有人开始要骑脚踏车或摩托车去到那个鱼市场，因为我们那边有鱼行那个就是卖鱼的地方，很早就是早起所以呢，就有人会骑脚踏车。我就跟他说，我们要策略，我们要提供那个热场，让每一个经过的人，因为早上2、3点很冷，所以呢，能够在你这边稍稍休息一下，喝个热茶再往前。然后你就说，需要打气吗？他喝茶的时候帮他打气，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慢慢的经营，慢慢的经营。他现在这家店是我们东港最大的脚踏车店。Amen。而且他们非常的快乐，他是脚踏车店的老板。哈利路亚。非常的满足所以你心中的梦想，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是能够实现的，但是你要突破那些限制，你要突破所有的问题跟困难。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我们的神是解决问题的神，你的生命就是解决问题的生命，因为我们人受了神的形象所造的。Amen。你知道吗？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跟你们讲，上帝创造天地，也遇到问题，的。
有遇到环境的，环境告诉他说：“我现在就是空虚混沌，我现在就是渊面黑暗。”哈哈哈哈哈！上帝，你能怎么做啊？你能怎么做啊？跟你们讲，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这是对神来讲是小事，他只要宣告出他的话，就改变所有的环境。哈利路亚！所以他对那个环境说要有光，光就出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神他也面对环境哦，但他每次都解决环境。哈利路亚！他面对问题哦，每次都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神，他不只是我们的神，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跟你们讲，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慈爱的天父，天父爸爸非常爱我们，你知道吗？当爸爸的都希望儿女的梦想能够实现。Amen。所以天父爸爸也希望他在你心中所动的山沟，你心中的梦想能够实现。那我们要往梦想实现的这个旅程，我们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物叫做约瑟，他叫做约瑟。约瑟，我对约瑟的评价就是约瑟对属灵的事单纯。跟你们讲，对属灵的事，对属灵的事要单纯。在创世纪37章第5节到第11节。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第5节到第11节。哈利路亚！翻到了说阿们。阿们。这边讲到约瑟做了一个梦，你知道吗？约瑟这个人，我的定义就是约瑟对属灵的事单纯。跟你们讲，我们要对属灵的事要单纯。我对属灵的事要单纯。有人说牧师，单纯是不是无知啊？当然，单纯不是无知。牧师拥有2个硕士学位，我们教会里面有博士学位的，但是他就爱神，爱神对神的属灵的事情单纯，就是神怎么说就怎么回应。哈利路亚！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就是顺服，所以对属灵的事单纯不等于无知。跟你们讲，单纯不等于无知，单纯不等于无知，单纯只是因为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回应；神这么说，我就这么遵守。所以我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Amen。约瑟的生命里面有对神那种属灵的单纯，所以在创世纪37章5到11节的时候，他做了梦。你知道吗？很多人做梦都不敢讲的，但是约瑟做梦他就很单纯的说：“哥，所以我的哥哥说：“刺耳听，什么事啊？什么事啊？”我说：“我跟你讲哦，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哎。”什么梦？什么梦？他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啊，都在田里面绑河捆哦。所以呢，绑完之后呢，我的河捆站着，你的河捆都倒下来跟我下拜耶！你在讲什么，约瑟？啊，我们跟徒弟下拜吗？你这个小弟打你2拳，知道吗？真是的，怎么做这种梦呢？问题是对约瑟来说，我只是做梦啊，就是单纯把它表达出来，了解吗？现在这个人被骂了，但是过了不久，他做了另外一个梦，他这次梦见就更厉害了。天上的星星月亮都跟他下拜啊！这件事情呢，他隔天醒来说：“哟，我怎么做这个梦呢？”医生哥，说：“又是什么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你又做什么梦啊？我梦见星星月亮太阳跟我下拜，连他爸爸听见说：“约瑟，你在做什么梦啊？”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会有感动，会有梦想的。你可能打从心里面说，未来我就要做一个投注赛最强的，抹墙壁最会抹的，知道吗？人家那个12年，我就12年的很好，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最好，人家材料是次好的，我就是最好的，我要成为建筑界的祝福。哈利路亚！结果你到你妈妈面前，你妈在贡献你啊，用那个对头嘴，你开回家了，回头了。有的人立定心志说，牧师，我要嫁给全世界最重的男人。就跟他说：“你要嫁给全世界健美先生吗？”他说他蛮喜欢健美先生的。我跟你讲，最重的不是健美先生，最重的是奎里亚卡的那钝角。然后呢，再送那个水泥包的，送了2-3包放他身上，160公斤，180公斤。然后就到那个工地里面把他放下来，所有的人眼睛太强了吧？撕开他的衣服，8块肌啊！跟你们讲很强啊，但是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说主啊，这个男生也太强了吧！有。总而言之，不管如何，你心中有梦想，你要持守住 ，Amen， 就是梦想。所以我讲的是，约瑟他对属灵事情单纯，把他的梦讲完之后，他的哥哥竟然怀恨在心。接下来有一天，他的爸爸，那下一页，就为了下一页。在创世纪37章12节到20节的这个地方，有一天约瑟的爸爸跟约瑟说：“雅各跟约瑟说，儿啊，我跟你说，你的哥哥们呢，他们到
他们到世界去牧羊，你去看看哥哥他们平安不平安啊？群羊平安不平安啊？所以约瑟原则上是带着爸爸对他的期待，要去世界去看哥哥们。于是呢，他就往那个地方发现了，往那个地方出发了。问题是出发到那个地方没有看到哥哥，于是呢，他就在世界的地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了。有人说约瑟，有人说孩子，你在这边做什么？你迷路了吗？跟你朋友讲，他不是迷路，他在找哥哥。问题是世界这个地方找不到哥哥啊。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他的妈妈给一个指令，然后跟他说去隔壁买酱油啊，隔壁干妈店买酱油啊，他非常的不高兴啊，说干嘛？突然又想到牧师的话，说尊重父母。我去买了，买哪一排的啦？四季酱油，好了，我去了。结果呢，就到隔壁干妈店，因为妈妈说去隔壁干妈店买酱油啊，所以到隔壁干妈店那边去的时候呢，就跟他说：“好，我要买四季酱油。”哈，四季酱油都没要，完再去买我四季酱油，哈，真讨厌，都是妈妈说的。妈妈跟我讲，要来隔壁干妈店买酱油。妈，隔壁干妈店没有酱油啊！跟你旁边讲，重点不在干妈店，重点在酱油。如果你在干妈店买不到，你就到 7去买啊。7买到就 OK 买啊 ，OK 买到全家买啊。重点就是要把那个酱油买回来，了解吗？呀，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个挫折，妈妈跟我讲的都没有到别人那边找到有的、啊，完成任务啊。跟你们讲要使命必达，要使命必达。所以约瑟怎么样？约瑟在大可到世界去的时候，难道他的爸爸跟他说去世界？难道他去世界找哥哥？哥哥不在，他回去跟爸爸发飙说：“爸，你在讲什么？你跟我说世界，我去到世界，你找不到哥哥啊！呀！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我跟你们讲，他没有这么做。呀！他留在那个地方，一直找，找到有人来找他的时候说：‘哎，你迷路了吗？’不，我跟你讲，我要找我的哥哥。于是约瑟就描述了哥哥他们的情况，然后样子，然后啊，这一群我知道，他们往多丹去了。所以呢，约瑟呢就听见多丹，他就往多丹的方向过去。远远的，终于看到了哥哥了。”好开心啊！跟你朋友讲，约瑟带着平安来的。约瑟带着平安来的。跟你朋友说，你无论到哪里，他带着平安的态度。所以你会出也平安，入也平安，阿们。呀，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你到哪里都带着平安，你永远都会有平安，阿们。即使遇到外在哦波涛汹涌哦，你内在是平安，因为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所以约瑟他怎么样？他就很开心，耶！我跟着他们在那边呢，来到了多丹，终于看到了哥哥们了。他心里面是带着平安来的，因为爸爸告诉他说，去看看群羊平安不平安啊，哥哥平安不平安啊。于是看到哥哥们超开心的，耶，羊平安了，哥哥也平安了，耶，哥哥我来了，有，超开心的。所以要去到那边了，结果还没有到，哥哥们这一群人突然发现远远的有，嘿，那不是我们小弟约瑟吗？他怎么来了？那个做梦的人来了。如果我们把他下在坑里面，把他杀，看他的梦能不能实现？你看，约瑟是带着平安来的，却遇到这些人。问题是约瑟继续往前迈进，了解吗？所以来到遇到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竟然就真的把他丢到坑里面去了，了解吗？当时本来是预备要杀他。当时我刘辩他的大哥跑出来说：“哦，怎么杀弟弟呢？不要了，顶多把他丢在坑里面，让他自己饿死算了。”跟你们讲，他就是说他不会饿死的，他有梦在他的身上，神会保守他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以斯玛利人就从那个沙漠里面旷野里面走过来。他说：“以斯玛利人在那边，不然这样好了，犹大他们就出生力了。不然我们真的让我弟弟死掉这边呢？不然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卖出去好了。”所以他们决定讨论，好，只要让这个人远离我们的视线，那就可以了。于是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了。看下一页，在39章第1节到第4节的地方，约瑟终于来到埃及人家，他的主人叫做波提法，大家说波提法。来到这个地方，约瑟呢并没有因为被弟兄们陷害啊，所以在第一个旅程里面，约瑟他往梦想迈进的一个态度，就是对属灵的事单纯，把它记下来。跟你们讲，对属灵是单纯。第二个重点，你要使命必达，把重点写下来。使命必达是爸爸跟他吩咐的事情，他就完成。那么使命必达也包括在你的学校里面，老师跟你吩咐的作业，你有没有写啊？还是每次都迟交啊？爸爸妈妈交代你的事情，有没有在做啊？教会里面，我们的小组长 leader 在提醒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完成啊？跟你们讲，我看得出来，你每次都有完成。
没错。你的脸上就写着使命必达，那个人就是你，用掌声献给耶稣啊！好，这个约瑟对着水的事情单纯，就带着使命必达的态度来到了波提乏的家。埃及人波提乏的家，其实他到这个地方大可自哀自怜，大可怎么样？大可哀怨，大可埋怨。跟你们讲，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他心里想，不，神每次留我，一定有他美好的计划，要成就在我身上。于是他在波提乏的家里面，非常的殷勤工作。跟你们讲，要殷勤工作。我们来看39章第1节。39章第1节怎么说呢？3章第1节说，约瑟被带下来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在那里带下来。他带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跟你们讲，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你看见这里来一个重点，有多少人希望神的同在？希望神同在的请举手。啊，有些人不喜欢了。好，手放下。跟你们讲，很多事要做，不是每次圣灵充满你就每次哦好，神啊爱我，躺在那边2天，充满。跟你们讲，有充满的时刻，有行动的时刻。这个地方约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怎么样啊？顺利。百事的意思就是很多事，超多事他就小弟，他去那边就是努力，了解吗？他扫水沟、倒垃圾、扫马桶、洗厕所，什么事情都要做，总共加起来超过100项，所以叫做百事顺利，了解吗？还要排桌子，要拖地板，什么都要做。问题是神与他同在。凡他手中经过他手所做的都非常的顺利，哈利路亚！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神要让你做事有效率，让你做事能够有顺利，阿们。所以好好的经营你手上所做的。如果牧师要你做这件事情，就认真做，好叫这事能够顺利完成，阿们。所以神与约瑟同在，神让约瑟生命散发着百事顺利的恩膏，以至于不止他知道哦，跟你旁边讲，别人都知道。谁知道呢？我们看第3节。好好的把第3节写下来。如果这本圣经是你的，要画哦。第3节大家一起念，预备起。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你看见，不只是约瑟自己知道神与他同在，不只是约瑟知道他所做的百事亨通，更重要的是别人看得见。跟你们讲，你所做的事，别人都在看。如果神与你同在，你要散发出神与你同在的生命力。阿们。所以波提乏看见了，他说波提乏看见神与约瑟同在，上帝的同在在约瑟的身上，于是约瑟所做的尽都亨通，尽都顺利。哈利路亚！所以不是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你不只有在我们教会的敬拜，当你到外面去的时候，要让人家看见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你不是出席在我们教会里面说，牧师，我每个礼拜都有出席啊，所以神已经与我同在了，那很好。还有更好的、更重要的，你不只有在教会里面被看见，你还在社会里面被看见。阿们，在你的学校被看见，在你的职场被看见，在你手中所做的中要被看见。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神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都要被看见。牧师跟你说，约瑟在这边被看见是好事，了解吗？你不要像博士牧师说的，被看见那个事情是坏事，被坏事也会被看见，好事也会被看见。跟你们讲，我看得出来，在你身上所散发的，都是好事，让我们掌声献给耶稣啊！哈利路亚！所以，当约瑟在主人眼中蒙恩宠的时候，他就让人被高举，而成为波提乏家的总管。但是问题是你卓越的时候也有试探。跟你们讲，卓越的时候有试探。这时候试探来了。波提乏的太太非常喜欢约瑟，因为约瑟年轻，怎么样，俊秀啊。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我们看一下第7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OK， 所以这边看到约瑟哦，所以约瑟他每一次他的主人的妻子哦，会引诱约瑟哦，他说：“你与我同寝吧。”结果呢，约瑟不从，对他的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面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上帝呢？跟你旁边讲，约瑟知道，约瑟知道这事是恶的，这事是恶的。他说我不要做这事情得罪我的神。所以你看，会有试探来临的。你说牧师，我现在被高举，我现在站在高位，高位试探更大，引诱更大。Amen。这时候你必须要保持一个态度。约瑟就是保持这个态度，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知道他心中一把尺，他知道神与我同在。我岂可做这个事来得罪神呢？行这大恶呢？于是他做一个决定，与恶划清界限。大家说，与恶划清界限，与恶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他不容许恶来影响他的。问题是，恶是天天来的。第10节，大家一起念一遍，请。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知他起居。跟你们讲，试探是天天来的，试探是天天来的，你必须天天与罪划清界限，保持距离。所以这边讲到说，后来这个主母每一天天天跟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什么叫做不与他在一处呢？因为约瑟是总管，他必须管理每一个地方，所以他系给在整个那个总管府里面，在波提乏家老蛇啊，这边走来走去了，在厨房。哎呀，最近啊，你们真的是煮菜煮得太棒了，每次吃到你们，你看最近胖了，最近胖了。你看那主人没有？看到主人没有？最近至少重了10公斤啊！拔哥啊，波提乏拔哥，你知道吗？他是我们的主人啊，他最近胖了10公斤，归功于你。我们最近整个伙食真的办得太好了，知道吗？真的是有餐厅的水准，8星级的，比5星级还强啊，知道吗？呀！突然间，波提乏的祖母，波提乏的太太啊，他的祖母从那边走出来，他看到了波提乏的太太说：“对不起，先闪啊！”就走了，知道吗？所以他波提乏太太走过去了。他来到了这边是管理总务的，哇！最近啊，我们整个总管府、整个总府里面的那个窗户啊，非常的清洁啊，整个地板啊，你看差点打滑啊！哟，你们整理的太棒了，整理的太棒了！突然间，祖母又出现了，他闪了，了解吗？不与他在同一室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罪是在同一个室里面，电脑在你的房间里面，对不对？罪就偷进来了。每天你在神面前说：“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次我要在学校里面居首不居尾，居高不居下。主啊，无论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主你的名。哦，主啊，我要高举你的名，我要荣耀你的名。对了，有感动，有感动。耶！这次全校全班好，全班前20名。一定是，拜托我们全班都很强啊。我上次只有考25名而已，这地方突破20名，突破20名，我要更认真，更认真。所以就跟妈妈讲说：“爸妈，从现在开始我认真读书了，7点到8点不要吵我，我要在我的房间里面认真读书，非常认真的，非常认真。我要专注，我要荣耀主的名。”爸爸妈妈，好感动啊！我们这孩子已经被圣灵触摸好久了，现在终于有突破了，耶！所以呢，你心中非常的开心啊。于是呢，就来到你的书房，结果你书房有个坠放在那个地方。电脑是中性的，问题是有时候你被他会试探你，你知道吗？然后呢，你开机，你把你的房间打开啊，心里想：我要认真读书，打定主意，立定心志，神在我心中的感动，我一定要完成，这是神的美意，太棒了！突然间，电脑对你说话，来了，做什么电脑？现在几点了？现在7点了，7点是我看书的时间，好不好？我跟妈讲好了，7点到8点是我读书的时间。快点啊！你现在再不开机，会很冷的。至少先暖机啊，知道吗？电脑不要再说了，7点到8点是我读书的时间，千万不要诱惑我。问题是电脑放在你房间，天天诱惑你啊，吃到你啊，你知道吗？我绝对会开机的。快啊！油站已经开始了，先开机就好了，先开机就好了。我是开机，先开机而已哦。我7点到8点是读书时间哦。一按下去，结果人就坐在那边嗡，从7点被打到8点。跟你分享，那个人不是你，是你的，是别人。我知道说，试探是天天来的。生命当中，约瑟遇到这个试探，但在很多时候，撒旦魔鬼来会对你的生命做伤害、偷窃、毁坏，偷窃你的时间，偷窃你的注意力，让你失焦，让你忙到不晓得该做什么。
好像什么事情都要做，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重要，了解吗？试探是天天来的，了解吗？但是再次跟你旁边讲，与罪与试探保持距离，划清界限。所以约瑟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么做每次主母一出现的地方，他就不在那个地方问题是有一天他自己在房间里面整理事情的时候，整理家务的时候，突然间波提乏的太太从那个地方走过去。当时四处都没有人，波提乏太太自己在园里面走来走去，拿着一个手帕那边摇来摇去啊。约瑟，四下无人，太好了！于是他就赶快跑进房间里面，把门关上。约瑟，来吧！约瑟说不行。约瑟这一次，我从圣经里面看见，约瑟就是没有练美式足球。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像四分卫一样，都闪的，都躲的。祖母要冲过来的时候，他要情报，他要赶过去的，知道吗？然后呢，越过他的时候，赶快冲出去拿着。结果他没有练啊，他在转身的时候，外袍被祖母拿到了，所以他的祖母就诬告约瑟说：“约瑟冲出去之后，给我拿到这外袍。约瑟不跟我上床，好，我就诬告他。波提乏，发哥，给我出来！”大哥就说：“什么事哦？你看，那件衣服好像是我的，不是你的了，是约瑟的。约瑟到底做了什么事？刚刚人家在房间，约瑟想要戏弄人家，约瑟这孩子，约瑟你给我过来，主人，我没，还说没有，衣服都在他手上了，给我下到电脑里面去。约瑟就关了。有可能你做事情忠心耿耿，有可能你做事情百事亨通，神与你同在。”但是你受到诬告，你受到陷害，在职场里面也常常发生这种事情，amen。但是跟你们讲，保持上帝与你同在，保持上帝与你同在。你宁可以3报2，也不要以2报2，了解吗？要，牧师跟你说，神如果带领你一生，即使你有短暂的吃亏，神要给你永恒的奖赏。跟你们讲，要小看短暂的亏损，要看神永远的奖赏，这就是神的原则。你要小看那短暂的亏损，很多时候你为了主的缘故，你立定志向，你向前迈进的时候，好像短暂的吃亏受到逼迫，那又怎么样？跟你旁边讲，那是一定会遇到的。那是一定会遇到的。有多人要爱神的，爱神的把手举起来，把手放下。再一次，有多少要敬虔爱主的，把手举起来，手放下。好好的跟你旁边讲，你一定会受到逼迫的。你一定受到逼迫。早知道我就不要举手，举手还遇到逼迫，那我举手做什么？圣经说的，请看提摩太后书3章普通经文。哈利路亚！提摩太后书3章，提摩太后书3章第12节。回头说阿们。阿们。呀，一起来念一遍。7，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怎么样啊？受逼迫。也都要怎么样啊？受逼迫。他说，如果你敬虔度日，也都要把它圈起来，你就是受逼迫，因为你的想法，你是属神的想法，有世界的价值观、世界想法挑战你的。你礼拜6花点时间来亲近神，你的好朋友说我们来压马路吧，不行，我要拜托。这个时间是大好欢乐的时间呢，你要去教会做什么？我亲近神，亲近神做什么？唱 KTV 比较好啊，卡拉 OK 比较好了，跟我们这群好朋友去逛街比较好啊。你会受到试探的，会受到逼迫的，朋友会笑你的。你做了为神而做的决定的时候，外在的环境有时候告诉你说可以的。我们教会一个女生，她去打工，这个前段时间去年的暑假去打工。打工的时候呢，她有一个同事，就是打工的同事。然后就看见她很漂亮，她说：“你有男朋友吗？”她说：“我有男朋友了。”那男朋友是我们教会的，说：“这样子啊，那你们牧师一定会教导不可以婚前性行为。”那当然哦。他说：“那如果不能婚前性行为，那交男朋友做什么？”他给了这个 challenge， 他为了说牧师，我在打工的地方，我的同事们跟我讲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跟他说有了，而且我们教会的教导就是禁止或者是不要有婚前性行为，他们很 surprise。而且他们认为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是要婚前性行为，
跟你们讲，那个人不是你，那个人是你，你要划清界限，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与试探保持距离，了解吗？呀，所以外在的价值观会跟你说，哎呀，交女朋友嘛，批评表面关系啊，这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是的。我们对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对我们未来的终身的伴侣，我们是非常敬重他、爱他的。Amen。教神的原则，婚后才可以有性行为。Amen。因为性是神祝福的，所以如果你在婚前有性行为的时候，通常女生心里会觉得很悔恨、很焦虑、很尴尬，不晓得该怎么办，而且会觉得因为跟他上了一次床，就必须嫁给他。跟你们讲，不要这么想。你遇到坏男人了，你知道吗？要稳住。但不是我已经跟他上床，我不管你上床几次哦，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调整悔改。Amen。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人，旧事以后都变成新的人了。Amen。好，回到神的计划，神要祝福你有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婚姻。根据研究，如果你有婚前性行为，通常你跟你另一半的沟通会不好，因为未来你们会在婚前性行为，因为未来你们会在讨论问题的当中用性做解决问题的模式。而不是用正当的沟通模式，但是婚后你们每天都可以做了。问题是婚后你们在婚前没有建立好沟通模式，婚后那个沟通模式没有存在，只用性解决。因为婚前用性解决，之后你们结婚之后每天都可以性的，那么还有沟通模式吗？没有，就争吵的非常严重，面临整个家庭的破碎有更坏，了解吗？所以神为了爱我们，保护我们，不要我们的婚前性行为，了解吗？所以你看，凡立志敬虔爱神都受逼迫的。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你的时间都受到挑战的 ，Amen。但是牧师跟你说，你为神所做的，神会百倍的赐给你 ，Amen， 会大大的祝福你。经文在哪里呢？请翻开马可福音第10章。哈利路亚，你们说过啊？有 ，Amen。马可福音第10章，神会大大的祝福你的，跟随主，照神的原则走，神会大大的祝福。马可福音10章27节，哈利路亚。马可福音10章28节。反正说阿门，一起念本经。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跟你们讲，要跟从耶稣，要跟从耶稣。我看得出来。跟你们讲，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你。你超爱耶稣的，超爱耶稣的。好，29节怎么说呢？预备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停！你们在念圣经吗？好好念，大声念，预备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30节，没有不在今世的百倍。”跟你们讲，你会得百倍，你会得百倍。继续。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这里还是受到逼迫哎，跟从耶稣就受逼迫，了解吗？但是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扩张你生命的界限，扩张你生命的宽度。阿门。牧师要毕业那一年，1999年，那时候我被指定要留在台南东宁教会。东宁教会的牧师，那时候的牧师叫做吕炳的牧师，现在在淡水教会做主任牧师。他指定我要成为他们教会的社区传道，所以呢一定要。但是在总会传道委员会里面在安排的时候，他们就说瑞贤一定要去。我没有感动。我觉得我这一生的呼召是神呼召我，不是人指定我。但是问题是外在环境告诉我都非常棒哦，外在环境告诉我都非常棒。因为我最爱的女生，现在是我的太太，慧敏牧师，那时候读研究所3年级。如果我留在台南大个金水后台，另外一个是每天都陪到她，另外一个是台南神学院，我这边读书读7年，我超爱那个环境的。所以外在环境在告诉我说来呀，来，但是我必须决定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去祷告，我祷告，说神，如果让我去，那时候我在新竹圣经学院有一个车子的那个小圆环的地方，就是回车道的地方，我站在那个地方，我说神，如果从这个地方走到1楼的会议室，如果都没有人叫我，那就是我去了。但是如果有人叫我，那就要叫我的那个人去了。那天已经讨论到很晚了，还没有决定呢。所以呢，我就祷告完，那个长辈都来说，也行，专用嘛，你要去了。我说好，那我去祷告。我说几点来祷告？说一定要寻求神。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如果我从这个圆环里面走到里面的会议室都没有人叫我，那就是我去；如果有人叫我，就是他去呢。所以我就慢慢走进去。哇！我说主啊，还没有人啊！难道真的是我吗？我在往前几步的时候，突然有人叫我了。我说主姐你要去吗？
蔡祖杰牧师现在是台中立行教会的牧师，立行教会牧师，所以蔡祖杰牧师就去到东林教会去。所以呢，我带进去的时候呢，就说我不去，祖杰要去，所以祖杰就去到东林教会了。那一年1999年，牧师就抽到一支，我们那时候在抽签分块的时候，就是抽顺序签，然后再抽地区签。牧师一抽就抽到1号，1999年的1号就是牧师的1号，所以我一抽7星中就派到深坑去了。你知道吗？我去到深坑，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女朋友。所以在整个服侍的过程，如果比较礼拜天、礼拜一比较清晨的时候，礼拜天结束，我就会坐飞机，那时候还没有高铁，我就从深坑，然后去到松山机场，坐飞机到台南机场。然后到台南机场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有人在台南的，他就开车来接我，说接我到台南神学院去。我就看到了，哎呀，我心爱的女生啊，钟爱的女生啊，哎呀，一生最爱的人。所以呢，我就看到他，然后就一起吃晚餐。隔天早上吃早餐，送早餐让他上学。中午呢吃午餐之后，我就要回台北了。所以大概签了一天，大概每次这样子往返他一天，看他一天要花多少钱呢？跟你们讲花4000块，包括坐飞机的钱啊，你知道吗？所以呢，有这个经验之后，你知道吗？只要扩张你的境界，扩张你的境界。从那时候，我每次看他一天要花4000块。我在2000年6月，我娶到慧敏牧师。从那时候开始，每天看到他都赚4000块，一年净赚146万。好了，有没有？用掌声献给耶稣啊！你跟不耶稣就有神属天的想法，了解吗？你会珍惜你身边的人，会爱他。你说你抛下一切是要遵守神的心意，神要你抛下一切是顺服神的话，了解吗？当你顺服神，神说我要你百倍的祝福。所有的关系、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产业都会恢复。哈利路亚！牧师给我们讲一个见证啊！哇，去年年初，我去年应该是前年，2009年的晚上的跨年晚会到2010年的跨年晚会，我说要在新港教会，新港在嘉义的新港办跨年晚会。那么我的弟弟呢打了电话给我，我那时候很忙就没有接。跨年晚会晚1月1号，我们在台北火车站的演艺厅，我们办了新春团圆的聚会，大概来了400-500人。然后呢，就在这个当中呢，我因为忙，我就没有回我弟弟电话。结果到1月2号的早上呢，我看到我的那个手机里面，知道我弟弟打电话，我想说现在比较有空档，拨个电话给弟弟，说弟，你打电话给哥，好哥，我跟你说哦，我有汇一笔钱给你。我心里想说，我弟弟呢，因为我们在台北开拓施工，所以呢，他每次都会补助我们啊，生活费啊。所以呢，有时候3000啊、5000啊这样子给，所以我想说，那我知道了，弟弟谢谢你。就在这个时候，我弟说你去刷存簿，我弟很少要求我这么做的。就在那天，我就想说，既然我弟有要求我，我就这么做了。我就去里面去刷，滴出来30万，我弟弟一次就给我30万。我打个电话给他说，弟，你给我那么多钱做什么？浩哥，我跟你讲，因为呢，去年弟媳妇，我跟你的弟媳妇很蒙福。我都知道你为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有感动，要给哥哥30万。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啊！跟你分享，还在我手，是在我。就在隔天1月4号、1月2号、1月3号、1月4号，1月4号，慧敏牧师的姐姐在美国 Kansas City， 她跟姐夫在那边开了一家大的餐厅。然后2009年其实是景气蛮低潮的时候，2009年。但是在整个年度过完之后，他们盈余也非常的多，所以呢，我的大姐呢就寄了2万美金给我。她打电话给我说：“魏先，我在你的户口里面已经寄了2万美金给你了，去提领啊，看看有没有啊。”那我跟你姐夫有感动，因为去年我们的生意虽然有不景气，但是神还是很保守的。我知道你为我们祷告，所以呢，我要把这2万元给你。那时候汇率是1比35，就1万了，就70万，3天内净收入100万。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啊！你爱神吗？我们这边讲，爱神会得到100倍的祝福的。Amen。你为了神做了一切，神会为你付上一切。有时候你现在想说，我已经为神摆上了，跟你朋友说，你摆上的还不够啊，摆上不够。很多时候你摆上了一点点，天父都给你天上的祝福了，打开天窗赐福给你。Amen。神只要求你做1/10的奉献就好了。他说：“你当那个1/10奉献给我，我就要打开天窗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给神一点点，你知道吗？天父爸爸爱你，爱到一个阶段是把他自己都写给你的。你只要遵守他的律例诫命，他们绝对蒙福。Amen。今年年初，这是第一个见证，第一次在你们讲的。牧师在高雄有一个长辈那一
算是我的亲人，他为我跟我女朋友买了一栋房子，送给我们，全新的，而且在高铁附近，高雄左营高铁站附近。因为他知道我现在往返，有时候会在台北，有时候在高雄，他就送了我们一栋房子做礼物，一层楼一层楼而已，不是一栋。Amen，用掌声献给耶稣啊！好，来，清楚吗？有没有逼迫？有逼迫，但是有没有祝福？跟你们讲，祝福比逼迫还多哦。祝福比逼迫还多。Amen。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你要跟随神，爱神，神必把他的恩惠、慈爱放在你身上，超出你所求所想。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看约瑟，约瑟到监狱里面去的，他被诬告，下到监狱里去，他怎么样？大可心里想说，挫折。他一而再，再而三，他对人殷勤，爱人，使命必达，忠心耿耿，神的恩典与他同在。他心里想说，我那么认真还被诬告，我算了，跟你们讲不要算了，坚持到底，一定要坚持到底。Amen。所以当他下到下一个阶段去的时候，怎么样？他在39章第1节到第4节，不是波提乏家吗？40章了吗？接下来 ，OK， 这边39章的20节到23节是约瑟在监狱里面，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在监狱里面怎么样啊？得到私欲的赏赐，而成为监狱的总管，了解吗？这边写耶和华与他同在。对约瑟来说，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因为他高官厚禄，对约瑟来说，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平顺，对约瑟来说，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同在。跟你们讲，我们要有神的同在。神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神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Amen。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的。即使落在百般的患难里面，即使约瑟现在在监狱里面呢，他仍然殷勤，神与他同在，以至于他在人面前都得恩宠，就得到了私欲的赏赐，而在监狱里面做了监狱的总管。那时候刚好遇到了九正跟善长，他们怎么样啊？做梦，然后不晓得该怎么办。约瑟人说：“解梦不是从神来吗？”因为约瑟也会做梦，他对属灵的事单纯。Amen。这是神，这神可以啊，神可以啊，神可以解梦啊。于是你把梦告诉我，我去问神，求问神。结果呢，他们两个就把梦告诉了约瑟。约瑟跟他说：“善长，我跟你说，跟你讲一个坏消息，3天呢我们要被杀头。3天后善长真的死掉了，被砍头了。然后他跟九正说：“九正，我跟你讲好消息，3天后我们会被释放。3天后九正真的被释放了。”他跟九正说：“九正，拜托你跟王讲，我是被诬告的，我在里面犯了罪，一定要记得我，我叫约瑟，了解吗？请我照跟你们讲，他帮助别人，被别人遗忘了，他就被遗忘了，一忘就2年。跟你们讲，被忘了2年。我们来看看新闻呀。你说你爱人吗？你祝福别人吗？我是跟你讲，有时候你会遇到的，你爱人帮助人，你还是会被遗忘。但是重点是要有神的同在。跟你们讲，要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40，看一下。41章第1节，41章第1节，41章，比较41章第1节上面，好，没有那个41，有41节，有没有？41章第1节这边，大家一起念一遍。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OK， 到这边，过了2年，约瑟帮助了九正回到了官位，解开了梦，帮助了他2年都没有被纪念，2年被遗忘。但是约瑟仍然在监狱里面非常的殷勤，非常的认真。所以当你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你心中要的就是神的同在。Amen。不管环境如何，我只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能够翻转整个环境。哈利路亚。所以被遗忘2年之后，终于法老王做梦了。而在做梦的时候，他梦见了有牛被兽牛吃掉了，有那个饱满的穗，7个饱满的穗被7个比较干枯的穗吃掉了。他百思不解为什么要做这2个梦，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九正。结果九正跟他说：“哇，2年前有个人叫约瑟，那时候我跟善长呢，因为被你处罚，我们就下到监狱里面去了。结果善长就被杀掉了，我还在你面前能够侍奉你了。约瑟他能够解梦，约瑟叫过来，事情就恢复了，梦想就实现了。约瑟能够一直到王的面前，这个过程的旅程，终于梦想实现。而这个梦想的实现当中，包括他对属灵的事单纯把它记下来，他使命必达把它记下来，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亨通把它记下来。
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就与罪划清界限，保持距离，让他能够往梦想迈进，让他往目标迈进，而不失焦。了解吗？因为有神的同在，他不自哀自怜，他不会让过去的失败而成为他给他的一个阴霾，他继续往前迈进，继续往前迈进，继续往前迈进。他即使爱人、帮助别人被人家遗忘，他还是继续往前。Amen。他要的是神，我要的就是你的心意，我要的就是你的心意。Amen。而终于神的心意成就在约瑟的身上了。哈利路亚！跟你们讲，好在这后头。经文里面没有写。约瑟之后做了2个原则，如何使他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盗贼来无非是杀害、偷窃、毁坏，而人子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使人的生命更丰盛。”跟你们讲，你会有丰盛的生命。你如果有丰盛的生命呢？约瑟给我成为一个榜样。约瑟当他生孩子的第一个孩子叫做以法莲，大家说，第一个孩子叫马拉西，那叫做马拉西。马拉西的意思是我忘了我父家给我的苦，也表示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饶恕。跟你们讲要饶恕。这就是我们在主祷文里面说的，愿主要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饶恕。当他做饶恕的时候，他进入到生命的第3个旅程，也就是他有昌盛。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有多少人需要昌盛的 ？Amen。跟你们讲，要有神的同在，要让饶恕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那么你就能够进入昌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Amen。这时候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你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紧紧跟随神，紧紧的爱神，愿神的恩惠、神的话语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带着属灵的平衡，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有美善要成就，有梦想要实现。Amen。让我们爱起来，紧紧跟随神在我们生命的脚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呼召我跟从，而我将一切放在你手中，唯有你是我所求。
处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听见今天的信息，你心中有一个回应，说主，我要永远有你的同在，我要永远有你的同在，好叫我这一生能够完成你对我生命的计划跟呼召。我会想当中有多少人，你心中有一个渴望，是天父永远与你同在，你愿意被神带领，被圣灵引导，好叫神在你心中所动的工，那个梦想，那个渴望能够实现。如果那个人是你，在待会牧师数到3的时候，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心里说：主，我要，我这一辈子跟随你，我必定心志将我自己献上给你，为你而活。当你这样子宣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得着神所有一切的祝福，你得着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即使外在环境会遇到逼迫，但是耶稣基督的应许，100倍的祝福，神在你生命那丰盛的建造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所以今天我是要邀请大家，在神的同在里面做一个决定，让耶稣，让神永远与你同在，必定心志被神引导。诗篇119篇第9节，诗篇119篇119篇107节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神一辈子来带领我们就走在光中，我们就走在光中。如果那个人是你，你说爸，我今天来到面前，在这个蜜月，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跟随你，永远与你的同在，永远荣耀你的名。如果那个人是你，在牧师数到3的时候，你把你的手举起来，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牧师看见，把手放下，所有人跟牧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新的能力，有新的祝福，新的期盼，新的梦想，在此我心中点燃，过去的失败，心中的伤，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带着饶恕的大能，赦免过去伤害我的人。我奉主的名宣告，我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是丰盛的领域，是昌盛的领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过去残累我的黑暗的权势，罪软弱，奉主的名，命令你离开我的生命，过去的失败，离开我的生命，过去伤害过我的人，我奉主的名宣告，我要饶恕，我定义饶恕，主谢谢你。赞美你，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相信美好的应许，丰盛的祝福，要成就在我身上。过去的梦想，现在再回来，我奉主的名宣告，神在我心中的感动，一定要成全，一定要实现。天父，我爱你，你放在我心中的梦想，赐给我力量，紧紧的抓住，我不放弃，我要看见梦想实现，我心中的渴望要完全实现。奉主的名宣告，天父的恩惠会让我心满意足，心想事成。谢谢主，赞美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大家说，让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家兄姐妹，今天我们相聚绝对不是偶然的，神在你心中眺望你心中的梦想。
你过去的失落，现在神要再次恢复，好在在后头。跟你旁边讲，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福的，神要大大的祝福你，神要大大的祝福你。请坐，哈利路亚。你知道吗？牧师是第一代基督徒，我16岁才相信耶稣，或者是我16岁才到教会。神的美善成就在牧师的身上。我16岁去教会的时候，是我爸爸过世，而我第一次到教会是听到我们牧师讲道，是讲主导文。我们牧师在说，今天我跟大家弟兄们，跟咱叫要读开种的是主导文。主导文的第一句话，你讲到咱祈祷的对象，咱祈祷的对象就是咱的天父。所以主耶稣甲咱讲你祈祷的时阵，安尼讲，阮伫天里面的。在那哭。我跟神说，神，我地上没有爸爸，从现在开始我有天父，我有天父爸爸，我有天父爸爸，天父就是我的爸爸，天父就是我的爸爸。从16岁到现在20几年来，神的恩典，神的丰盛，超出牧师所求所想。我现在建立一个美满的家，要建立一个刚强的教会。那个神的恩手在牧师的身上。今年我建造一个长辈买给我的一个家庭，新的家在高雄。说哇，超出我所求所想。在去年2010年，我们春节的时候，因为在2009年的8月，我们张丽雅出生。那么2010年我就抱回家，带着苏雅跟丽雅。牧师要让你们看一段影片，神的恩典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盗贼来无非是杀害、偷窃、毁坏，但是主来要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跟你朋友讲，你会有丰盛的生命，你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来看这个牧师的见证的影片。
时候在就是牧师啦 ，Amen。牧师奉主的名宣告，不只是牧师能够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祝福跟应许是成就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跟你旁边讲，你一定会有丰盛的生命，一定会有丰盛的生命。好事在后头，好事在后头，有更美好的事要成就在你身上。让我们掌声献给耶稣。